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台中捷运拉线伫要动工咯，今仔台中市长罗秀燕，佮台北市长蒋万安，甲看顾团队出席机电系统顶通报工程的签约典礼哦。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讲，这是台中市第2条捷运，是由台北市政府规划做顾问，按算6月动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同台出现伫咧台中市府，嘛宣告台中捷运拉线进度往前行一大步。台中捷运拉线机电系统甲机厂，也有主变电站通报工程，10时举行签约仪式。两位地下市的市长同齐见证，嘛代表拉线正式进入工程的执行。罗秀燕表示，除了宣告台中市的捷运进入新阶段，嘛要宣示伫任期内推动中部捷运路网的规划。未来我们是期限启发，虽然我的任内只剩1年7个月左右，但是我会负责任的把中部的未来几条捷运妥善的规划，同时追进度。未来我们2座城市捷运工程局之间的合作是无缝接轨，合作无间。台中市府表示，已经完工的中捷绿线是委托台北市来起的，嘛是中部的头1条捷运。所落来拉线的工程，会请台北市府做顾问，台中市府家己来起。甲绿线的都会路网无同，这条拉线定义做城际运输，形成12型的路网了后，串联台中的山海线，总长24.78公里。市区的12站是伫咧地下施工。海线8站是高架型的，计共是20座车站和1座维修厂。市府表示，规条路线包含高架甲地下化，难度未小。那因为我们台中市地底下属于软砾层，那软砾层的时候，变成在施工以后前人在钻掘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哦。但是这部分呢，我们会在整个履约建造的时候会特别来加强。台中捷运拉线总预算1615亿，其中4项5是市府家己种的。因那10时的机电工程完成签约了后，会由4个公司组成下个团队来执行。整体工程6月动工，预计2035年完工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日前王大陆找不法集团协助，予伊唔免做兵。